至圣全能神引导，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引导，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软弱侧翼的刚强，贫穷侧翼曾扶助，都因为主已拯救了大事。如今软弱侧翼的刚强，贫穷侧翼曾扶助，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恩恩感慈悲爱我们的父啊，我们感谢你保守孩子们过去的这一周，不管是长子选举、全教会运动会的筹备、圣诞节的筹备，还有每个人在职场、家庭还有学校都有你的恩典同在。谢谢你，也求你能够持续保守我们在任何的地方都能够成为你的见证。现在我们承受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为主圣工所用，求你悦纳。孩子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坐下，彼此来祝说：有神的同在，就有恩典哦。有神的同在，就有恩典。我们请坐。弟兄姐妹，我们要先来读一段的经文，我们要看到以斯拉记的第3章1到13节。以斯拉记第3章1到13节。我们最近迦南之声每一天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哦？那我们在读以斯拉记啊，透过以斯拉记，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建造什么哦。来，我们从3章的第1节啊，一起来读，一起来。到了7月，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家乡都安顿下来，于是他们全体同心一意在耶路撒冷聚集。约撒达的儿子耶书亚和他的祭司同事们，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他的亲属们，重新筑了以色列上帝的祭坛，好照神的人摩西法律上的指示，在坛上献烧化祭。虽然返回的流亡人惧怕当地的居民，他们还是在祭坛的旧址上重建祭坛，然后开始在坛上向上主献早晚的烧化祭。他们按照规定守住棚节，每天按数照例奉献该献的烧化祭。另外，他们又献上立常的烧化祭，以及在初一和在所有其他敬拜上主的聚会中所该献的祭，又有向上主献的自愿祭。虽然人民还没有开始重建圣殿，但从7月的第1天，他们已经开始向上主献烧化祭了。民众付工资给石匠和木匠，又拿食物、饮料、橄榄油，向泰尔和西顿城的人换取黎巴嫩的香柏树。这些树要经过大海浮运到约帕。这是得到波斯皇帝塞鲁士的许可，
民众返回耶路撒冷后，那天的第2月，他们在上主圣殿的原址开始动工。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的同胞、祭司和利未人，事实上，所有从流亡返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参加这工作。所有20岁以上的利未人都被派来监督重建圣殿的工程。利未人耶稣亚和他的子孙、亲属以及甲篾和他的子孙，都联合起来监督重建圣殿的工程。利未人西拿达的子孙、亲属也协助他们。他们开始建立圣殿根基的时候，祭司都穿上礼服，站在个人的位置，手拿着号筒。利未人亚萨的子孙拿着摇把站在那里。他们按照大卫王时代传下来的规矩赞美上主。他们对唱感谢赞美上主说：上主至善，他对以色列的爱永远长存。每个人都大声呼喊赞美上主，因为圣殿奠基的工程已经开始了。许多年老的祭司、利未人和族长曾经亲眼见过以前的圣殿，现在看到圣殿再次奠基，不禁放声痛哭。其余在场的人却都大声欢呼，没有人能分辨出欢呼的声音和呼嚎的声音，因为声音太大，好远的地方都听得到。愿主来帮助我们，能够透过这段的经文，从拆毁、从建造，在整个过程当中不是很顺利。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哪一些事情，在你一开始有目标，但是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很顺利，在你的计划当中并不是很顺利？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就是说他们为什么在那样的季节，在住棚节，就是他们回顾他们的祖先怎样，在这样的一个旷野经历了40年的流浪生活，在那边搭帐篷，支搭帐篷的过程当中没有得吃，上帝降什么玛拿？想吃肉的时候，上帝降什么鹌鹑？他们还不满足没水喝的时候就告诉摩西领袖刚开始还给他们，那后来因为太吵了，所以摩西怎样那个上帝叫他用说的，他用什么？他用打的，这样一打不得了，就不能够进到什么迦南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想，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你在设定优先顺序，但是后来并不是照你的心意那为什么好多为什么我们会向上帝求？为什么我是向你求了？我有奉献呢，我有做礼拜啊，那为什么？所以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可能为什么我们被抓来巴比伦？为什么那么久70年？那为什么现在要叫我们回来？好多的为什么？那我们看到你生命的优先顺序如果设定好，刚才那一首诗歌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那首诗歌，记不记得？我从小就唱这首诗歌，就一直提醒先求他的国什么和他的义，然后呢，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哇！圣经的话也在提醒我们，优先顺序摆对了。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我常常接到弟兄姐妹说：“牧师啊，你为我这件事情祷告，那件事情祷告，因为很难，可能要怎样？”我就提醒他弟兄姐妹，优先顺序把它搞对嘛，先来到神的面前。你先想的是你那件事情，还是先想的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段经文？他们要建立圣殿，对不对？圣殿的工程困难吗？困难。但是他们先做了一件事情，他们做了什么事？等一下我们要来看。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生什么是你的大事？结婚嘛，对不对？那结婚是人生中大事，那有什么比这个会让你延迟的？就是疫情，对不对？所以这2-3年来大概2年多来有大概5对是因为3级警戒，或者是目前2对，1对是新娘确诊，1对是新郎确诊那不得不因为不敢跟大家接触，也不能，所以我们看到就我们的英务干事就有 po 这一个婚礼的延期。然后到最后一刻，我礼拜4接到电话，牧师可能有变化。我说啥？又是发生什么事了？这样经了解说，有可能这个震撼就是他的未婚夫了，就先生就有可能疑似有这样喉咙痛，那我就知道大概8、9不离10那我说礼拜5一定要给我知道，为什么？因为要印程序单所以后来没有印，感谢主把它没有浪费掉好，我要讲的就是说，可能在我们的计划当中，我们已经设定了，但是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人没搞你知道不？我们都计划了好好的，但是一旦我们看3年疫情来，3年前疫情来，你都会计划。所以有人开始就会改变他的人生的这思考。有时候我们会短中长期的，然后呢，明天要怎样我们都不晓得，但是还是要有计划。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祷告？这些的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故乡。他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重建圣殿，对不对？这是他们心愿嘛，也是透过塞鲁士王古列王他的应许，因为上帝激动他，你给犹大人回去，哇，从王来的命令很棒，对不对？但是你想回去呢，会不会碰到困难？会所以我们在我们所计划安排当中，你是只有想到这件事情，还是我们的信仰可以帮助你先来到神的面前，优先顺序把它调整对了？弟兄姐妹，我们想要赚钱，对不对？我们想要赚钱钱好不好？你知道我们台湾最受民调就是欢迎的哪5个人吗？1000块里面的5个小孩，你欢迎吗？不欢迎的告诉我，你可以给我，好不好？所以让我们想起到耶稣所讲的话，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你不要是不是？不要来到我这边好吗？所以我们看到钱是很棒，对不对？钱很棒，怎么样去运用？但是不是钱都万能的但是没有钱，万怎样？不能。所以他们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们需要各样的资源，从哪里来？所以我们来思考，他们要建一个圣殿，然后钱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所以人事物的安排需要什么？需要这位调动万有的上帝怎样去帮助他们，供应他们。所以后来我们也看到尼希米他建造城墙，因为我们所看的名单跟尼希米记是有一些的重复的，所以从建造圣殿一直到建造城墙，我们都看到这位上帝怎么供应，从无到有，对不对？要建造一个工程，就好像我们建造新的新堂，都是要从上帝的恩典，透过他的呼召，他的感动，让弟兄姐妹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大家的参与，不是吗？所以让我们透过整个过程，因为我们最近刚完成这个新堂然后也在测试不足的，我们怎样去装备，因为我们的计划都是有限的所以透过这一些的
整个建造，我们可以比较去体会到这个所罗巴伯他所做的这一些的工程。我想这个装修小组，特别是我们的副村长老，对不对？他身为召集人然后责任重大。那我们装修小组不断的在开会，然后再跟设计师有这样的讨论，然后这边怎么样协调，那边怎么样改，然后又要怎样测试，所以不可能弄好每一个人都满意啦，不可能啦。但是我们去寻求神，如果给我们有智慧，怎么去安排？所以让他的资源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供应足够。所以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都尽力，从招标一直到整个有工程的延宕，或者是说工人的确诊，或者是怎么样。你知道我们最近从我们外面进来，如果你晚上来的时候，外面漂不漂亮？很多人都说很漂亮。你知道这样的一个设计是这个设计师第一次做吗？所以在做的时候有碰到一些的技术性的困难，厂商第一次做错了，这次你们都不知道了。但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些筹备小组，就是为了要让这样的一个既定的日子，这样的工程能够完成，所以费尽心力。还有副村长常常跟这个设计师就是催他，然后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工程都有看到上帝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供应。第二个我们要来想，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信仰跟生活的优先顺序，这是让孩子来到你面前的很重要的关键，好吗？所以让这5个孩子，有人说4个你不知道有一个隐藏在那个里面吗？你好好去看，不然你拿1000块来，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们都很喜欢这个，但是喜欢归喜欢，他会不会来到你的面前，那又另外一回事。所以优先顺序搞对，我们就看到连王、连国家的这一些的资源，还有怎样邻居社区都一起来参与，你知道吗？常常我跟这些社区的朋友，他们来参加松大，来参加据点这些的活动那有时候就会来找牧师牧师找你聊聊好吗？可以来，你知道有时候一聊就1-2个小时，2-3个小时。聊完之后，牧师，我想有一些的奉献。我说好，我这种谈话很好，你知道吗？哇，就可能10万、20万这样。我感谢主我祝福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在这里参与，就好像他的家一样。出入已经几10年了，所以他们感受到教会对这些社区的朋友的这种接待，或者是提供这些场地，让他们好像有一个家。所以他们现在感受到这位上帝，然后牧师为他们祷告，他们很喜欢。他们也说：“牧师，最近我的心情比较好了。”因为你为我祷告，然后我心中那块石头就放下了。所以弟兄姐妹有看到什么？我们在一起来服侍这些，不是牧师，而是当我们一起来在陪伴服侍的过程当中，最后可能是临门一脚关键的。所以弟兄姐妹，优先顺序把它排对了，5个孩子就会来到你的面前，或者你神所要应许给你的就成就。这是好多弟兄姐妹他的经历不是只有牧师的经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回到故乡要来重建圣殿之前，他们要排除一些的困难。到底在你所要设定的这些的事情，你要完成的这个事情，对你自己来讲有什么样的困难性？我们需要注意什么？第一个，我们注意到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紧密的，还是疏离的？这个影响到你所求的会不会成就应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看到过去这些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掳，然后呢，过去70年他们在巴比伦的生活，你知道吗？他们没有祭坛的设立，
可能他们没有办法很公开的去祷告，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自由的来祷告，但有一度的时候，我们是被禁止的，对不对？因为3级警戒，我们就不能够在这里敬拜，我们只能想办法透过录影来在空中，我们在自己的家里，就是关起门来，我们自己在敬拜啊，我们没有办法很公开的。过去70多年，他们没有祭坛，他们不能够很公开的这样的一个献祭。他们只能够口头来敬拜上帝，来祷告，但是还是有限制呢。有没有想到但以理？有没有？但以理的时代是在什么王？在大流士王，所以大概也是在以斯拉那个时代哦。所以他也是被掳哦。他当省长，还记得吗？他怎么是下到狮子坑？怎么被害到狮子坑？记得吗？他在家里祷告，在被人家看到，然后举报，然后就因为这样说，他违反了王的命令，很困难的，连我自己在家里祷告都不行。所以你看到过去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因为外在的限制，他们可能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我们可能也会因为疫情之下，我们没有来到圣殿做礼拜，1个礼拜、2个礼拜、1个月、2个月，可能习惯没有做礼拜。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只碰到事情的时候，才来祷告。那时候的祷告可能超越平常的祷告，对不对？我们不需要这样因为让神的恩典进入，是我们要跟他保持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也好，或是这些神过去他们因为外在的环境限制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们只能够在心里面默默的，他们没有办法公开在这样的一个聚会、这样的一个献祭的当中，跟神有这样的美好的交通。所以难怪刚才我们看到经文后面这些老祭司、这些资深的人员，他们回想到过去，他们可能可以在圣殿做礼拜，但是这段时间很苦啊。今天可以自由回到他们的故乡，然后可以建造祭坛，然后建造圣殿。祭坛就是敬拜神人相交的地方，所以他们心里面很大的激动，所以他们就哭了。这些没有经历过的笑了，笑什么？哇，好棒啊！有一个，但是你让这些资深的人，你知道他们过去他们没有办法跟上帝有这样美好的交通，这样的一个献祭，如今他们可以恢复了。你知道他们是喜极而泣了。他们为过去那段日子，可能他们认罪，他们忧伤。因为环境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第一个要解决排除这样困难的，是因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没有疏离，这个是导致后面可以成就不可以成就的一个很关键。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筑坛敬拜。他相信在那筑坛敬拜当中，上帝与他同在，所以我们也看到他经历了从无变有，经历了不可能成为可能。所以他们回到故乡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祭坛。我们也在鼓励弟兄姐妹建立家庭的祭坛，因为你家庭要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从这个开始，一起祷告，一起领受上帝的话，很难呢，你知道？因为现代的社会如果要跟孩子，然后呢没空，手机比较不是吗？所以越来越困难，但是不是借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透过这样，我们看到这一些人千辛万苦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走了多久？快超4个月。
走了多少公里？大约你都有在听了哈，迦南之声都有讲了哈，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晓得我们牧者2节3节要说1篇给你们，我们要找多少的资料去思想？弟兄姐妹，我们好好来思想，神透过这些名字，神透过整个建造的过程当中，在提醒你我什么？如果你生命要建造一个有关于你自己的事业、你自己的工作、你自己想要的，回到这里好吗？回到跟神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每一天单独会主，听个迦南之声也好，10多分钟？牧师会透过这样，你看得不明白啊？牧师这些名字有什么意义？他提醒说，你的名字在上帝的眼前是很重要的。每一个愿意来到他的面前都被纪念，不是吗？这些不经，就是说可能看不起眼或是怎样，原来也被神纪念，所以你就不会在这边说哦，我是什么人，我自卑，我什么？神也看重你，反正你来到神的面前，神都看重你。神既然看重你，他不会将一切美好的事物给你吗？当然会啊，对不对？只是关系啊，所以第一个，我们再反思一下，在疫情之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样？你有没有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读经祷告？鼓励你哦。我看现在很多在 FB 上打，然后传这个迦南之声，我就很感动，就是说，因为他有读，所以他愿意分享。所以弟兄姐妹哦，神感动我们，可能神也感动你哦。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当你不明白的时候，你先听。所以第二个，我们看到他们碰到一些的困难，需要去排除的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然后邻居，然后这一些的百姓，或是这些别族的虎视眈眈，然后再怎样，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反对。后来我们再看到他们在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有内忧，有外患哦。在尼希米建造城墙的时候，他们建造一半还要怎样？排班，然后一方面做工，一方面要防守，不是吗？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外族邻居，或是撒玛利亚，或是其他的外族人，他们听说他们要回来，所以他们担心害怕，他们担心他们势力一旦强盛了，威胁到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一方面要面对经文就告诉我们，他们担心这一些的居民但是为什么后来上帝保护他们没有受到干扰？之前前面他们做了一个动作，就是回来先建造祭坛。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他们是弱势，他们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四周有这些仇敌，他们困境，他们的资源有限，但是他们学习会了先建造祭坛，成为上帝给他们的避难所。你的祭坛在哪里？那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你碰到困境的时候，你可以来到这个避难所，向上帝祈求。我每次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是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可能一个角落就是你的避难所，你选择一个安静的地方，那个就是你的避难所。你第一个就是向神来献祭、来敬拜、来跟他连线这个就是成为你避难的管道。第三个，我们看到资源的应用，要建造一个工程，需要有更多的资源。就好像我们过去在建造这个工程的时候，从49号一直到33号，你知道，只有在经手的人才知道说那个整个去筛选那个材料规格。我们每次开会的时候就盯着设计师，然后呢，这个要用什么规格，然后比较那个价钱有没有防火，有没有怎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们在整个工程的建造过程当中，香柏树、香柏木要从哪里来？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从哪里来？从推罗西顿，然后要海运到约帕。牧师去过约帕那是一个海港。
然后你看整个过程，然后要监督工程，然后要整个利未人要监工，牧师、主任或是这些长老们常常去看工程完成的怎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资源的应用会不会用到刀口上？我们在建造教会也是一样，每分钱这一些的工程，这一些的器具，是不是合乎我们的使用？我们都要经过这一些的思考，可能没有办法合每一个人的意，但是就是说，就我们集众人智慧有限的智慧，我们来做这些，还是会有一些的缺失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空间，我们那边就是空间太低，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对不对？不然牧师站着，如果又有天花板，大概跳一下就摸到了。所以有一些年长者说：“哎呀，我这一些比较压迫。”我说：“对，感谢主，这个是给年轻人用，好吗？”有的年长者以为都要在那边，不是了，我们这边哦，然后有不一样的，让大家去选择不一样的敬拜。有可能亲子、年轻人哦。在那边，所以我们都可以多功能来运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有美好的这个地方，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在那边欢喜快乐，有没有像我们这边这样舒适？我请问大家有没有？他们在废墟呢，同意吗？他们在废墟建造祭坛呢，圣殿还没有建造吗？他们在那边敬拜的时候是怎样？感动的人。有时候我们还不满意，你知道吗？哎呀，冷气怎么那么强？带件衣服吧。或者是怎么冷气怎么不能？怎么听不到？弟兄姐妹，我们会因为环境干扰我们跟神之间的敬拜吗？还是我们焦点就是在神？这些人，我在看这段经文说，哇，在那种环境，如果你去过那个西墙，去过那个以色列，你知道现在还保留一些荒废的这一些环境哦。他们能够回到那边，要感谢神哦。我们能够在敬拜，不是要感谢神吗？不过这边我们也是尽到我们可以做的，然后各就各位，分工合作，对不对？这个资源的管理容不容易？不容易。所以他们要排除的就是这些困难哦。然后后来的尼希米也是一样，你看到他要好好的安排，然后又不给人知道，然后先祷告、查看，然后收集情报资讯，然后怎样还有反对了，然后他就拿着王的诏书，怎么样去解决那些内忧外患，不容易哦。我们在建造这个工程也是有一些的拦阻哦，但是感谢上帝给我们好的这样建造的过程。从哪开始哦？第一个，弟兄姐妹，你要做你的生命大工程，从建造祭坛开始。你有没有献祭给神哦？当我们一群人来做的时候，有没有同心哦？还是你有你的意见，我有的意见？你不听我的意见，我就会怎样干扰？是吗？是这样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70年之后，他们回到这个旧殿的原址，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如同一人，4万多人，然后说如同一人聚集，那种敬拜同心合意的敬拜心多。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的圣殿排除万难建造了，然后在尼希米建造城墙也是一样，52天把它建造起来，不容易啊，对不对？弟兄姐妹，同心很重要哦。今天我们建造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热心，大家都参与起来。有的人说不关我的事吗？建造不起来。今天我们在建造迦南教会上，不关你的事吗？你都徛关山跨背啊？是这样吗？不是的哦。热心动起来，不管你会什么，你参与在每一个不一样的事工上面哦。你说牧师我不能做，不能做，你就献金钱，让这些能做来做好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
看到这些人都热心参与，他们长途跋涉，然后回到那边又要面对一些的困难，但是他们怎样？他们知道过去因为跟神之间的关系疏离，所以导致他们被掳不自由。今天神恢复给他们自由，所以他们热心来参与，他们有信心来参与在这个建造。所以照律法书怎么照？可能当时候所罗门或者是上帝的心意，照律法书来献祭，就是说照上帝安排的，他命令的来做。生命记也常常在提醒我们，所以你照那个去做。生命记28章，我常常用那段经文来做，做不做是你的事，领不领受也是你的事，对不对？神的话，律法书话语应许在那边，你要不要嘛？你要不要让5个孩子来到你的身边嘛？要的话，你就照这样做，不是吗？生命记28章，如果你要留意听从、谨守遵行，以下的福就追你啊，很简单。你要不要？有没有信心？他们照着这样去献祭，包括什么？燔祭。什么叫燔祭？完全烧掉，献给上帝啊，不留为自己留一块肉。后面还有什么祭？甘心祭，就是慈惠的奉献或其他额外的奉献，超过他的1/10奉献，其他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立场的还有其他的。这些人为什么甘心奉献？他们失去太多了，他们知道现在回到上帝面前，他们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的管道，神给他们有这样的感动，所以重新献祭。祭坛是神人相遇的地方，祭坛是让你领受恩典的地方。祭坛是什么？祭坛是让你得安慰的地方，得医治的地方啊。所以圣殿的根基，我们看到代表什么？他们在建造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与神这个关系建立好了，才能够建立这样的根基啊。我们先来再次读这一段的经文来，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很多弟兄姐妹、牧师经历了，你要不要？第一个，神人之间关系；第二个，我们建造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帝的话语好好的读，你不读明白，你就不得应许。你如果明白，哇，原来美感的家，原来这个关键在这里，原来秘诀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就提醒我们一起来念来，我用上帝给我的恩赐，像一个内行的建筑师立好根基，别人在他上面建造，可是每一个人都要谨慎自己怎样在根基上建造，因为上帝已经立耶稣基督做唯一的根基，没有人能够立其他的根基。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安放这个根基是非常的重要，是建造工程的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你是盖房子有这样的营造的经验，我们知道最近地震频繁，对不对？昨天又花莲好几次都4点多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地震就好像我们面临一些的冲击、一些的事件的困难的冲击的时候，你还站立得住吗？上帝的话是使我们能够站立得住的很重要的一个根基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他们在立定根基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高兴在那边做庆祝，为什么？因为过去他们经历了这些圣殿被摧毁，今天能够重新建造、重新立定根基，那个就是有一个盼望，未来这样的一个新的圣殿会被建立起来。所以百姓在那边唱歌，大声的欢呼。但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这些的经历过，那一些的被掳或者是不自由，看见上帝圣殿的荣耀，但是摧毁，现在又可以重新建造，那是多么快乐的事情。所以圣殿的根基是神人交通的一个很重要了。神的话就是让我们思想，他要给我们的提醒，他要给我们的安慰，他要给我们的赐福。所以这样的一个从祭坛开始建造圣殿是为了什么？弟兄姐妹，为了敬拜嘛，对不对？
所以如果有好的礼拜堂，没有好好的敬拜，神在这里吗？不是只有在这里敬拜，在你的家庭开始。所以那个根基非常重要。第三个，我们看到他们重新分工集资，然后呢建造这个背后那个图，我故意弄那比较模糊了，就是说，可能在第二圣殿就是所罗巴伯所称为所罗巴伯的圣殿，就是他在那边盖，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图形大概。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大家都怎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除了官方的资助，另外呢，这些弟兄姐妹参与的人，其实他们回到故乡的大部分是有一点的了，他们有这样的能力那学者有这样的一个资料，就是说提供这样那他们就愿意在这边来参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要建造那些石头，然后要建造那些的木头等等然后要监工等等，是不容易。所以从塞鲁士王一直到我们看到这些每一个人的参与、经营，或是他们有人甚至邻居捐什么牲畜嘛，对不对？让他们可以回乡，有交通的工具，或是载运东西我们看到可以回去的参与建造，然后又现金，不能回去的他们也参与集资来资助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刚才已经看到，从港口一直要回到这样的一个圣殿，这一些的物品怎样去做一些的管理安排，所以要分工合作。教会也是一样靠一个牧师、3个牧师够不够？靠几个长老够不够？不够的，所以我们要选出执事，对不对？那靠执事够不够？弟兄姐妹，我们的会员多少？你知道吗？会员集在，我们先谈集在人在教会。我这个要很小心了。有一次我说集在人不在，那老人家就生气。我明明还在，你为什么说我不在？后来我就很小心集在人不在教会，你1年以上没有回到教会了，我们会把它归类在集在人不在教会了我们集在人在大概690多呢。那包括那个可能1年以上没有上1-2千那这些人呢，需要你我的关怀，对不对？因为你一次的招呼，好久没有看到你，好久没有回家，他们回家。牧师只有3个牧师没有办法面面俱到，但是就靠这些小组长的牧养，你知道他们有多重要，属灵家长有多重要，对不对？弟兄姐妹，你愿意参与吗？你愿意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吗？如同一人很难不容易。但是我们看到，因为有你的参与，我们来看这些的照片。一进门，因为有你的参与，因为有你的参与。因为有你的参与，因为有你的参与，你看到楼下，你奉献过了，你可以写不是说牧师我贴这个我一定要奉献吗？不一定，但是你可以为教会祷告。如果你有感动，你就参与吧；你有能力，你就参与。你写一个。你可以贴在这个墙上，表示我因为得着人如同得着鱼一样。这在我们楼下的，你可以在那个接待台那边，主啊，你感动我，如何参与？好不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相信神的恩典是够用的。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神的祭坛前，称颂他，赞美他。
开启了那条赐福的管道，回应什么？重新与主相会。从心里，他们从祭坛开始哦，后面的工程，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保守他们不受干扰啊，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哦。你呢，弟兄姐妹，你呢？你有没有常常受到一些的干扰？在你的工作，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各样的事上，好像不是很顺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哦。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神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伏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你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颜，为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你要见你的荣耀。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弟兄姐妹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站在这祭坛前。我们与神来相会，我要来见神的容颜，我们要在这里遇见他，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你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颜，为你心意，为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也要见你的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做设立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羔羊同守设立在这里，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你要见到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颜，为
与你相约，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天也要见你的荣耀。弟兄姐妹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定义要见到你的荣耀。主，你也让我们见到你荣耀的地方就是祭坛，在我们心里面，可能在一个地方，我们要重新与你相遇。主，我们知道好多好多的过程，好多好多的辛苦，你都知道。你知道我们生命的难处，我们好想要你的同在，跟好想要你的祝福。但是有时候，我们却被这些世事所缠绊，我们优先顺序都搞错了，所以我们面临好多劳苦重担。神你的话语常常在提醒我们，我们却不听。主，你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就好像生命记一样，我重申一遍。神你的话重新再告诉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然后这些东西就要加给我们，帮助我们各样是我们设定好我们的优先顺序，来到你的面前，求问神，祈求神，祈求你的同在，祈求你的心意，祈求你给我们的智慧，我们才能够在建造我们生命的工程上面能够不受干扰，能够凡事亨通，是因为有你的保守，是因为有你的同在。谢谢主，愿主耶稣基督你成为我们生命经历丰盛的根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天父的慈爱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保守我们出入平安，保守我们所做的能够被你祝福。愿主圣灵感动我们，重新开始，重新建立祭坛，让你的话语真理在我们心里面扎根，让你的真理使我们得着自由，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姐妹，请坐。我们的聚会到这边，愿神的平安、神的赐福与你们同在。好，我们可以彼此来祝福哦。